中国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今日推出老人的健保证件，主张讲这好家人掠光，专家补助65岁以上老大人，也有55岁到64岁原住民的老人健保费。也若宣布独立参选的郭台铭继续走基层，找找副手人选。另外，民众党的郭文哲伫新竹旧厝，讽质疑讲这厝顶搭铁厝有违建的记录。也若副总统赖清德今仔是去到高雄的国训中心，关心国手备战杭州亚运的情形。含是大人做伙跳舞是真欢喜。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初五是推出老人健保的证件，主张排除综合所得税20%以上的族群了后，对全国65岁以上的大人含55到64岁原住民的老人健保专业补助，影响400万人。算起来要增加财源160亿，我提出来的医疗健康支出要达到 GDP 的8%，从那里来支出。侯友宜提出政策，强调要改变目前一国多制的老人健保补助现象。在郭台铭宣布独立参选了后，国民党中央党纪这支刀，第一摆要去杜进前含过工厂参加活动的中常委范成莲，处分停权2年。郭台铭继续找副手，因为照规定，上马爱在17进前向中选会完成登记。伊讲的是女性最近都会确定，她的能力要比我强，肯定是位女性，而且互补性。最后一点是。尽量减少政治的色彩。民众党郭文哲是无公开行程，但是伊新竹的祖厝方质疑讲，伫个厝顶加起铁皮厝有违建的疑虑。郭妈妈确金杯称讲，厝顶已经起超过30栋，若无合法的配合拆掉，新竹市政府讲会派人去勘查。那风台我伞会落落去啊！我起为什么违法？你若讲我无合法，你会知无合理的所在吼，我绝对吼。据理力争。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是以副总统的身份到高雄国训中心关心国手准备杭州亚运的情形。政府有责任让每一个热衷于体育的人，能够在这个国际的赛事上追逐他们的梦想。当你们站在国际的舞台上面的时候，是国家力量凝聚最大的时候，这对台湾社会来讲太重要了。赖清德的台北市竞选总部是正式开始运作，前卫福部长陈时中是出任主委，办受正典礼宣誓达成总统选赢台北市立委8席专调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